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快 Well。今日呢，我就會同大家講解一次近日深受大家關注嘅一單空難事件。咁如果大家唔係好清楚到底發生咗啲咩事嘅呢，咁我都會詳細咁講解一次嘅。咁希望大家睇完我呢條片之後呢，就可以知道呢一單空難事件其實係啲咩嚟㗎。喺2025年10月20號喺香港時間凌晨3點53分嘅時候呢，一架由杜拜飛嚟香港嘅貨機就衝咗出跑道。咁呢一班航班呢，就係由一間叫做 AirACT 嘅航空公司營運嘅，但係呢個航班呢，就係阿聯酋航空嘅。涉事嘅飛機呢，嘅編號呢，就係 Tango Charlie Alpha Charlie Foxtrot。咁就係一架波音747-400嘅貨機嚟嘅。呢架飛機嘅機齡呢係32年啦。咁事件嘅原因呢，仍然係調查中嘅。而家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呢，同埋呢個土耳其嘅運輸安全局呢，仲有波音就調查緊事件嘅成因。多謝大家收睇。希望大家鍾意我哋呢條片，如果鍾意嘅話呢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、share、comment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